哎呀，咦，成日揾麵包嚟，我眼跟呀。百家匯生活經之彩。我哋一家4口，但係屋企得一部電腦唔夠用。其實依家啲智能產品越嚟越普及，但係我哋都只係想用最新最潮嘅功能啫，又唔使俾成幾千蚊買個牌子嘅。等我上網睇下有冇其他選擇先。呢部日本品牌雅佳7寸多點觸控平板電腦好似幾啱用喎，等我出去睇下先。拎住部真機上手，又真係好薄好輕身喎。背面又係香檳色金屬背蓋，唔似得其他平板電腦咁膠啊。機身都有內置鏡頭，做相機就啱晒啦。呢部平板電腦已經預載咗 Android 4.0系統，一開即用，夠晒方便。一上 Google Play 就可以下載數以萬計自己中意嘅應用程式，隨時隨地都可以組合自己嘅私家電腦。最受歡迎嘅梗係睇片嘅 Apps， 可以睇到大量最新嘅荷里活重量級製作，舊到絕版嘅經典懷舊電影都有。一個 App 就可以睇晒世界各地林林種種嘅電影啦。如果想煲劇，都可以揾到台、日、韓嘅大熱劇集。就算我哋最熟悉嘅香港劇集，都好易揾到。無聊嘅時候，又可以睇下最新最 hit 嘅短片，緊貼潮流。你今日睇咗未先？聽歌嘅 Apps 都可以聽盡形形色色嘅音樂種類，除咗流行音樂之外，仲有古典、搖滾、懷舊金曲、爵士、民族、hip hop、R&B， 甚至乎大型嘅百老匯歌劇都可以聽得到添。仲可以自定播放清單，始終都係飲歌最啱聽。資訊性嘅 Apps 有電子書、字典同埋教育，譬如小朋友可以喺度學下英文咁。其實依家社會瞬息萬變，新聞 Apps 可以幫我緊貼最新消息。以前會睇平面報紙，依家可以睇到動態新聞啦。財經 Apps 都會實時更新環球商業資訊，幫我裝備自己，提升競爭力。如果有玩開股票，仲可以免費睇到即時股價更新同埋有關嘅其他資訊，夠晒方便。有時候都要俾自己放鬆一下，咁就可以下載林林種種嘅遊戲，舊至經典街機，新至大熱遊戲都可以一機玩盡晒。有時候等人等車搭車無無聊聊，玩下遊戲就可以打發時間。呢部平板電腦真係我哋全家每個人都啱用。我就覺得平板電腦好方便，不過爹哋媽咪會唔會擔心唔識用呢？啊！依家同百家匯買呢部機，仲可以得到呢張永久技術支援卡。如果將來有需要，只要拎住張卡去任何百家匯嘅分店，都會有職員再教返佢哋點用。其實差唔多嘅功能，貴價牌子要賣成幾千蚊，但呢部雅佳平板電腦今次喺Yahoo團購呢個優惠先賣幾百蚊咋，真係好抵。等我依家即刻買返幾部，咁我哋全家每個人都可以輕輕鬆鬆享受科技啦。百家匯生活經之彩。